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Reggae Design 設計師 Alan。今日嚟到一個油塘 Coco Hill 1400尺嘅特色戶單位，依家開始進行一個保護嘅工序啦。好多人以為裝修一入場就係拆嘢，其實對於我哋嚟講，第一步最緊要嘅係做好保護，特別係好似今次呢個單位咁，業主想保留原本嘅地板，咁我哋更加要小心。我哋堅持做足2層保護，底層先鋪一層白色嘅中空板，主要係用嚟防潮同防刮花，但係單防刮係唔夠嘅，因為施工期間難免會有寵物碰撞，所以面層我哋一定要加鋪高密度嘅中籤板抵禦衝擊。呢套保護標準，我哋會同現場師傅溝通清楚，確保每一個區域都執行到位。除咗地下，大門都好重要，我哋將成隻門線包好晒，包括門鎖呢啲最容易撞花嘅細位都做足保護，封好佢就可以確保員工交樓嗰陣，道門依然係完美狀態。一個團隊細唔細心，除咗睇設計同成品，保護同整潔度都係重要嘅一環。咁今集咧講到 Coco Hill 嘅保護咧就已經完成咗㗎啦。咁我哋下一集咧再講解一下成個裝修嘅進度啊，同埋更新翻呢度嘅情況啊。咁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